各位，房協推出2個資助出售房屋項目，一共大約1600個單位，以市價嘅7折出售，分別係位於粉嶺馬會道嘅聚賢同觀塘安達臣道進賢，各有2座大廈同會所，提供1房至3房單位，每戶設有露台、附設櫥櫃、煮食爐等嘅家具，至637萬。2個項目下個月嘅1號開始接受申請，6月抽籤，預計2027年落成。一個女人進食野生菇類之後食物中毒，目前情況穩定。個60歲女人尋日進食自行採摘嘅野菇，大約15分鐘之後出現冒汗、唾液分泌增加、嘔吐同腹瀉症狀，呼籲市民切勿採摘野生菇類進食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各位，據報長和繼續推動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業務，爭取下個禮拜展載文章批評有關做法。社會各界高度關注，輿論持續升溫。各界人士紛紛指出，有關企業喺美國威逼之下出賣港口營運權係短視嘅行為，助長咗霸權主義嘅氣焰，呼籲唔好執迷不悟，挺起胸膛面對美方施壓，站在歷史正確嘅一方。報道又話，嗰啲空談所謂在商言商嘅言論，唔係天真就係糊塗，或者係扮糊塗。11點3晚間新聞有詳細報導。港島一個地盤有工人被高處跌落嚟嘅打磨機擊中，受傷送院。個男工人由救護車送去瑪麗醫院治理。事發喺下晝近5點，個男工人喺數碼港一個地盤工作期間，一個打磨機從大約4米高處跌落嚟。工人背部被擊中，當場吐血。警方同勞工處調查意外原因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